黃福苑嘅上樓執拾大家一啲物件嘅安排咧，琴日就進行咗第一次嘅安排。安排咧整體咧係暢順有秩序嘅，而安排嘅整個設計咧都係考慮到幾點重要嘅元素，就係所有嘅安排必定要喺安全嘅情況下舉行，而且係要有秩序，以體恤同埋關心去讓到整個安排咧係可以符合到市民嘅需要。咁我睇到昨日嘅整體嘅部署咧，都係符合到呢幾個原則。我亦都聽到喺新聞報導裏邊咧，涉及嘅一啲住戶人士咧，亦都對於安排咧係覺得係幫到佢哋嘅，亦都有啲貼心嘅一啲服務去照顧佢哋。今日咧亦都係會繼續，我哋會安排其他嘅人士係上樓嘅。優化嘅空間咧，我哋會不斷去聽市民嘅意見嘅，而且我哋係安排咗超過1000位嘅人員咧，係幫大家。好多同事咧都係好主動去針對每一位人士嘅需要咧係而調整嘅。例如特別咧有啲行動上邊較為慢嘅，佢會陪佢嘅，亦都喺陪佢上去嘅時候咧一直咧係安撫佢哋嘅。我亦都係睇到咧係有一啲上樓執拾自己財物嘅人士咧，係揾到佢哋非常覺得有紀念價值嘅一啲物品。咁喺呢方面咧，我係感到安慰嘅。我哋都希望喺整個過程會順利。咁我哋會動態去留意住整個發展。有需要嘅任何我哋再更加優化嘅安排咧，都會考慮嘅。